因为5月底地方有反映讲偏乌七比的这个月里湾出现真侪魔鬼海青，会危害到船鸥生态。海保署随启动调查，发现讲这魔鬼海青数量已经超过警戒达未到8倍啊。海保署也伫咧6月18、19启动2摆清除作业。不过最近所有职工伫咧批评，讲规个计划是做到乱糟糟，事先拢无规划，一点仔都无效率。 厂水人员伫配合7米的月里湾，一手提鸭啊，一手提家子啊，将发现的魔鬼海青，也就是一罐海青入入去地下底。5月底地方通报，7米岛这的魔鬼海青大量生态，已经超过警戒标准8倍。海保署伫6月18、19发动2摆清除作业，2天拢总掠44只。不过因为规个计划无较有效率的做法，有海洋志工团体跳出来碰海保署，做代志乃头小小袂灵灵。你要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啊，你即马是要停到。 啊，佫有物件，啊，什么所在有，什么所在无，你要有一个通，哦，要有一个规划，要有一个调查，哦，啊，出来的将这个爱透明化，互人看。 负责清除的海洋志工批评政府单位，海保署表示，针对各海域的魔鬼海青状况，拢有持续监控。自111年到打 IOCEAN 海洋生物汇报，偏澳地区拢总看到5摆，数量上济是7月初2的5只。而今年新推出的船鸥健康汇报平台，数量上济都是5月底这摆的月里湾有15只。海保署强调，志工的建议因拢有收到，后续会联合各单位建议，推出一套完善的做法。在地的这些潜水业者，然后在地的这些政府机关。 来共同协调，大家彼此的分工，或是大家彼此要怎么样去投入这个急迫性的，或是将来中长程怎么样去监测这个极冠海星。因为气候变迁甲少天敌的关系，魔鬼海青会大量生态危害船鸥的生态。去年伫东沙宽大都捌出现这款状况，除了靠地方的即时汇报甲清除以外，海保署即阵也当咧积极找找较有效率的方式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。